奇怪，这毒液无色无味，我未曾见过。大人，身上全是厌食的粉末，厌食易于引火。曾生，刀！跟我来。曾生，去找根树枝。给，一会儿别喊出声，弄昏过去，我可不负责扛你。给我拿开！我但凡叫一声，你以后就是我义父了。血毒，我有所耳闻，现在只是将它暂时封堵，短时间内不易扩散到全身。不过，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不能根除。无法，我定会找到背后之人。咱们回去吧，再不走就宵禁了。我可不想住在这儿。走。不要！鬼啊！鬼！大人，不好了！大人，发生什么了？有鬼！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！有鬼！有鬼！胡说！朗朗乾坤之下哪来的鬼？一个没有脸的妖怪，刚刚就这样飘过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没脸的妖怪？奇怪了，刚才确实没脸的。伤口一致，都是嗜血过多而死。这具尸体和别的尸体不大一样，别的尸体的血都被抽干了，而这具尸体还残留着大量的血液。我们离开酒楼不到半个时辰，这样算来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凶手。这名死者伤得不轻了，却依然能够使用轻功，可见功夫出神入化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轻功，江湖上还有这等人物？道行大师的轻功很是了得。我听说他有一个女儿，自幼天赋异禀，继承了他的衣钵。他们露出马脚了。大人，各种继续发线儿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
小心火烛！剑心兄弟，这鬼市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你去过吗？哪儿那么多话？爱去不去？什么情况？剑心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竟没伤到。真没想到，1日之内，你竟救了我2次。胡某，欠你一条命。胡大人，说不定未来哪天，我真的让你还。好，只要不违背道义和原则，你尽可以提条件。开个玩笑，胡大人不必太在意。好，这到底是谁要刺杀我呢？这支箭跟之前射入大理寺的那支形制是一样的，这是雀鹰的羽鸡。雀鸟通常都饲养在城北的萧山军备司的老巢，估计是某些早就看不惯大理寺的贪官污吏，要趁机除掉我。哼，看来大人在朝堂上面也不大会做人。你鼻子灵，你闻闻。哎呦，我又不是狗，你说让我闻我就闻。剑行贤弟，你都救了我2次命了，咱们是生死兄弟呀！啊，闻闻吧，啊，乖，闻出线索也好有防备啊，对吧？应该是华母。华母，这就对上了，这就是扬州军备库5年前失窃的那批剑。刚才的刺客，或许就是当年的偷剑贼之一。你想多了，仅凭一支断剑说明不了什么。况且这个剑都丢了5年了，也不知道转手多少次了。说的有道理。可今晚上我们去鬼市，纯属偶然呐。布置刺杀，起码要1刻钟，可见对方时刻在监视着我们。哎，大人，这个刺杀案就算被你破了，也没什么奖励。可是凤凰案呢？凤凰案再不破，麻烦可就大了。等等我！这里就是鬼市了，都是一些走投无路之人的汇聚地。胡大人，这里瘴气横生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迷晕，小心。难怪，那这里也算是易守难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对这儿怎么这么了解啊？朝堂之上的事情，我没你清楚。不过在江湖上，我知道的一定比你多。就这么笃定？当然，要是没有我，你在这片鬼市里面绝对找不到倒行逆施的。看来
你是小瞧我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了，打个躲。2两银子。这位大爷，来，请问道行秘师2位天师住在哪里啊？胡大人，他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是见不得光的人，被通缉的，有仇家的，无处可去的，就你，一生面孔。万一是来寻仇的，他岂不是害了我？看来你是这儿的熟人了。胡弟，哎呀，胡弟，听说过。3年前，在江湖上陆续出现了5位武功极高的侠客，被人们并称为武帝。没想到你就是其中之一，厉害，厉害呀！过奖了。道行逆师在何处？胡弟，小的领你去啊！走走走。你是因为这个鼻子很灵才叫胡弟的吗？江湖谬散，不过我的能力不仅仅是鼻子。你这个面具是在哪儿做的？明天我让曾胜也给我来一个。这材质乃是西域玄铁，天下罕有，仿造不了。胡大人，我可要提醒你，不要轻易冒充武帝，小心引来杀身之祸。擂台现在开始。借口，谢谢。这位就是道行秘师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擂台每月1次，如果我们赢了，就可以让3眼妖道把我们想找的人请过来。3眼妖道？对，传说他有3只眼睛。以我的经验啊，占卜不适合用在残疾兄上。反正现在没线索，让他算算又何妨？胜负已分，胜者归书生。下面还有挑战者吗？可你毕竟有伤在身，不适合再打擂台啊！不是还有你吗？胡大人，该上场了。好，选手已入场，比赛开始。这玩笑可开大了，我可不会打擂台。阁下善使什么兵器？在下不善使兵器啊！用我的剑。接着，你不是还欠我1条命了吗？误会，我认输。哎，
在鬼市哪有认输的道理？既然上来了，你就是我的对手。这是最后一场，只要打赢我，你可就是擂主了。咱们点到为止吧，贤弟。好，那我们就点到为止。阁下好功夫，没想到深藏不露，我输了。胜负已分，胜负已分，胜者是金鸡大侠。快，带我们去见人啊！是。怎么回事？老朋友，走个过场罢了。你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？哎，你看我这个鸡飞蛋打怎么样？嘿嘿。打赢了擂台，还使了诈。反正只要合您的规矩不就行了吗？不会不给算吧？徒弟真会说笑，您来问我，我怎么敢不打？还谈什么规矩？你又认识？老朋友了。那你为什么让我打擂台？朋友归朋友，但人家的规矩也得遵守吧。既然是你的朋友，这规矩怎么不是你守？这擂台怎么不是你打？你们想问什么？凤凰案背后的真凶到底是谁？你们所要找的人乃是穿红袍、戴面具。戴面具，穿红袍，戴面具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江湖上，像你这样戴面具的人多吗？武帝行走江湖，都是以面具示人。江湖上的人，只识面具不识人。难道说是武帝其中的某个？受害者的家属你问了吗？道长，道行逆师两位前辈，您方便？儿女我是，他了杀，谁是敌道？断腕石碎他，把药定因我。天师刚才说是我女儿，到底是谁杀了她？他一定要让这个人碎尸万段。逆师大师为什么这么说话？魔入火，走宫炼，正一后。这句我好像听明白了。早恋不是那个走火入魔，后遗症是吧？但令爱在江湖上有没有跟谁结过什么仇啊？这过起提儿女、教神血和法大玉血。我女儿提起过血域大法和血神教。血神教，你听说过吗？那看来突破口在这儿了。那些死者的身上都有种浓郁的血腥味，看来他们死前是在一个满是血的地方待过。对了，女儿之前提起过，她发现一派邪教要害人，她说需要调查，我都劝她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没想到，二位，请节哀。凶手所用的凶器，应该也是鹰嘴镐。
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。追！令爱抚伤后，本已逃离险境，却因为凶器上沾有血毒，令血液无法凝结，失血过多，最后死在了大理寺的门口。怎么会？斯人已逝，还望二位节哀顺变。这柄纯阳剑是在令爱身边找到的，现在归还给二位。这剑您留下吧，还望胡帝大人能携此宝剑，手刃凶手，替我们报丧女之仇。我的女儿，你看看啊，掂量这个东西，别的地方找不着这成色了。看来，正如道行和逆师所说，凶手跟血神教有关。他们需要大量的血液，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死者出现。和三尹道人说的红袍子也对上。总算是有些眉目了。审讯的迷香。哎，胡大人，这瘴气这么多，别被迷晕了。哼，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哼。胡正义，胡正义，掂量这个，别的地方找不着这成色了。胡正义，胡正义。别的地方见到好几个一样的东西。你没事吧？茶好胆说。你刚才为什么要替他挡剑？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现在就杀了他。还不是时候。胡正义要帮我查当年的李家旧案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找出什么名堂来。本来就是他干的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你千里迢迢的来神都，不就是为了报仇吗？没错，这张脸我记忆犹深，但是当年我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们好不容易查到了这个线索，当时在酒楼的时候，我第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我要的不是他的命，而是背后的真相。他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背后主谋是谁？我爹到底有没有叛国？这一切都是需要调查的。我知道了，不过这狗贼奸猾得很，你现在是羊入虎口，一定要万事小心。放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倒是你，别再贸然行动了。知道了，听你的。鬼书生见过胡定，刚刚和胡正义比试的时候，他到底是真不会功夫，还是装的？胡正义关节僵硬且筋骨疲软，不像是习武之人。你让鬼书生
专门从瑶州过来测他。再会隐瞒的武林高手，那也瞒不过鬼书生啊。那倘若刚刚在打斗中，胡正义真的显露了武学呢？那就不必再和他周旋了。他的性命将会终结在这片鬼市里。胡大人，胡大人，胡大人上朝了。臣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鬼市瘴气，胡大人口气倒是不小，结果躺这儿了。愣着呢。只可惜我这命啊，也不知道还能硬几天了。少矫情了，走了。哎呀，我和你们说什么来着？我堂堂洛阳第一神捕，小小一个凤凰，还大人，还得是这么大人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凤凰了。这哪里是什么凤凰呀？这明明是只鸡呀！这明明就是凤凰。小曾啊，我看你抓凤凰是抓魔怔了，连烧鸡都能当凤凰。大人您看清了，看再清，这也是只鸡。待会儿加餐，大人最喜欢吃的就是鸡了。好鸡，好鸡呀！大人，味道不错啊，不愧是洛阳第一神捕，这抓鸡的本事倒是一流。那也是我做的好吃。甜甜，你在做这只鸡的时候用了什么工具？这个，这不是切尸体的刀吗？你猜对了，鸡肉也是鸡的尸体嘛，再也没有比我这把刀更适合切尸体的啦。有道理。接着吃。吃。金星大哥，这个鸡腿给你吃，好吃你就多吃点，吃好了才有干劲查案。谢谢。大理寺查不到的，你凭什么能查到？吃饱了才有力气查案。甜甜，你不爱吃鸡腿的话，你就吃鸡翅吧，这是曾大哥专门给你留的。谢谢曾哥。金星大哥，鸡翅给你，你最近查案辛苦了，多吃点，补补营养。他有什么好辛苦的？我至少一直在外面，他连只鸡都抓不到。对，你最辛苦了，我哪有什么？什么证据啊？你
你看见了？我闻着了。你的头发丝里有大量罗勒叶的味道。但是赌坊老板为了让客人提神醒脑，特意大家好好想想，赌坊里面人多不通风，这衣服上有大量的汗渍味儿。这衣服上的汗味儿，说明我不爱洗澡。那罗勒叶是我个人爱好。说的确实有道理。你们来看，这脚底板下面是赌坊里的喷漆，手上是大理寺前徽的勒痕。这还不足以说明你是半夜去了赌坊，天亮之后翻墙进入大理寺的吗？那就算你说的是对的，你怎么能证明我输钱了？这个我随意猜的。看你脾气那么大，估计也是个逢赌必输的人吧？怎么又是小？三把都是小，再来！大人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先去趟茅房。你们先吃啊！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个味道有点怪怪的？什么怪怪的啊？你看，这是还没消化的香樟叶和樟树种子。还没消化的粪便啊！这是大叶香樟，大叶香樟，血神胶，凤凰案，所有的事情全部联系到一起了。那天我循着味道追到了择善坊，择善坊的后面是福善坊，大叶香樟的仓库就在福善坊内，而道化坊也距离福善坊非常的近。大叶香樟在运到仓库时是有叶子的，而这些叶子会在仓库处理掉，木材再运到大福仙寺。所以贾凤凰想要吃到大叶香樟的叶子，全洛阳城只有这个仓库有。我认识这种假凤凰，它叫赤灵鸡，说是鸡，实则为鸟，外貌像极了凤凰。之前的凤凰祥瑞，恐怕用了同样的手段，不过现在染上了人命，变成了不祥的征兆。能把鸡包装成凤凰，这个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几年前，有一桩奇事，在神都颇为轰动。各位看官，现在到了我们戏法班最精彩的节目——火焰鹦鹉。火焰鹦鹉？什么是火焰鹦鹉？这是各位睁大眼，千万不要眨眼，看好了。哎呀，厉害啊！好厉害呀！真厉害！飞了！哎呦！看呀！哇！哎呀！真强啊！真厉害！哇！洛阳城红极一时的幻术戏法班子，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而他们最有名的演出就是火焰鹦鹉。幻术戏法？对，他们消失后，极有可能是被
孙承景所用，参与了凤凰祥瑞的制造。而在祥瑞事件发生之后，他们又失去了音讯。当时我猜测，他们应该是被灭了口，而现在看来，应该还留有活口。而这个活口就是福来酒楼的杂役。难怪酒楼堂倌只是他们物色的帮凶，杂役负责制造凤凰异象，还有人负责杀人和搬运尸体。所以啊，抓1、2个人是没用的，要把参与本次事件所有的人一网打尽。剑心兄弟啊，还得请你帮个忙。我怀疑他们应该有地下密室，需要你找出这个密室。大人，我记得您不是最爱吃烧鸡吗？其实，要不是我抓到那只秃毛鸡，你们也不会发现这仓库有问题，对吧？我们有功劳有苦劳嘛。我保证，我坚决不会再赌博了。哟，那这么说来，那只秃毛鸡功不可没。你拿我跟秃毛鸡比呢？嘘，安静点，办正事儿。管事儿的，别睡了，大人有话要问。大人，死了。看来我们推测的没错，只是晚来了一步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那就只有问问他了。出来！杀人！杀人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别紧张，看见什么了？我看到有个人杀了管事。什么人？我没看清，就在一个院子里，你当真什么也没看清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真的什么都没看清。别为难他了，他若是看清了凶手，此刻就应该跟管事一个下场。那大人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只有劳剑心兄弟了。奇怪，既然院子里有血腥味，我是可以闻得到的。除非什么？除非密室入口在下风口，这样风一吹，血腥味就会被吹散。现在这个季节，洛阳刮的是东南风，那密室入口就在西北方。青草儿，
张木。血腥啊！就在那儿。对，这就是赤里鸡。大人，这不就是我当时抓的凤凰吗？看见什么了没有？天神血火，天神血火，普照苍穹，普照苍穹，既蒙此光，既蒙此光，永驻乾坤。什么狗屁圣血，一帮杂碎！保护圣血，给我杀了他们！来，想死的先来！血世圣地，神有无教，天神对我们的考验。僧上，先救人。知道。大人，怎么样？还活着？还想跑？听好我的问题，背后主使是谁？血毒从何而来？取这么多的血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哼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找死！且慢！剑清兄弟，你一次问这么多，他怎么好回答呀？我只问你，你为何要取这么多血？你在这问我，我是告诉你呢，还是不告诉你呢？我是跟你说真的呢，还是跟你说假的呢？怎么了？我有点晕血。你什么意思？一样怪气的，还不如实招来？你说不说？不说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吾神一现天神，又何惧生死？别费力气了。你不怕死？好，那他们呢？他不说，你们来说，为什么要杀人取血？焚我残躯，熊熊圣火！我即将燃灭九州，你们这些不忠之人，都将化为灰烬！按住他的手！死了！
洛阳第一神探胡正义手里，想死没那么容易。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喂下本官特制的3尸还魂丹，让他活过来，然后再把18种酷刑在他身上用上一遍。他要是疼死，就接着喂药。啊？什么丹？快去！哦，是。能服用胡大人的3尸还魂丹，是那小子3生有幸。此丹一吃，他都走不到鬼门关。待到还阳之后，那钻心剜骨的疼痛是一刻也不会停，还不如死了痛快。还有谁要自尽啊？一起，正好把药都一起服了。呀！我这，你个叛徒！你拿我神将！你这个叛徒，不得好死！说，为什么要杀人取血？血域大法能令人长生不死。教主说，待血域大法练成之时，教徒人人有份。那你为何要把死者送回福来酒楼？上面的人吩咐，要我们每隔1个时辰便送一具新鲜的女尸。我们也只是按吩咐办事，别的我也不知道。既然要这么多的新鲜女尸，那这血神教的大本营，想必不可能只有这1名幸存者吧？剑星、曾胜，继续搜查。是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密室在那边。你怎么知道？相信我。走。说，这是干什么的？他们不是祭品，他们是教主掳来的性奴。你啊，不过跟我没关系。真是个畜生！来人，在，带回大理寺，松绑。是。当心。谢谢。还好吗？啊？李建兴呢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曾讨，血神教主不见了。我就说这姓李的有问题，跟我走。走。教主大人，我好言相问，你不听，所以我只能把你请到这个地方，好好聊聊了。哼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哦。你先仔细听听这风的声音。像不像死人的哭泣声啊？我不知道你背后背了多少条人命，但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会把你埋在这儿。碑已经帮你弄好了，当然，头是朝外的。我想想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有多少冤魂会来找你算账？你敢动我，血神教3000教徒饶不了你！你们教派涉嫌多起杀人案，很快朝廷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你好好想想，教主大人，你以为你的那些教徒们还有背后的人真的会来救你吗？不妨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心情好，姑且可以饶你一命。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听着，12年前李作将军府的冤案，全部告诉我。
你是将军府的人。少在这给我装！我现在问的是你。李府的事，我还真没忘。当年那天，真是惨绝人寰，就连能阻挡千军万马的李将军也死不瞑目，杀的真是痛快呀！那天晚上，全都是死人，杀手们满手都是鲜血。也就是那天，我在鲜血中找到了我的神。等等，你们是杀手组织双月？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嘛。不错，我在皈依血神教之前，确实是双月的一名杀手。为什么攻击李佐夫？谁下的令？真可笑。你也是个江湖中人，我们做杀手的，怎么可能问雇主问题？那我问你一个，你肯定知道的问题：血毒哪儿来的？大人上赐的。大人是谁？你想知道大人是谁？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。不想说也没关系。现在不想说，待会儿你就想说了。你个疯子！人一共有206块骨头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慢慢缝。说还是不说？血毒是从东瀛传来的。还有其他教派在私底下偷偷使用血域大法，可以永葆青春。我可以把配方给你，但你要留我一命。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大人是谁？这件事的罪恶之人，不是我，也不是血神教，是如今在朝堂上的那位。血域大法也是他告诉我的。朝堂里的人，谁？胡正一。李建兴，休要负隅顽抗，赶紧束手就擒。曾捕头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来协助查案的。查案需要把主犯绑到荒郊野岭来查吗？都人赃俱获了，你还敢狡辩？宵小之辈，休想再蒙蔽大人了。带回大理寺。给胡爱卿看茶。谢圣人。胡大人，怎么了？觉得烫手了？圣人英明。牵扯到的人，该杀杀，该查查。哪怕此人位高权重。你是查到了什么？还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臣不敢说。胡卿何必遮遮掩掩？你若是有什么猜测，但说无妨。就算是皇亲国戚犯了国法，也一样按律处置。圣人多虑了，与朝中之人并无干系，而是江湖中一些宵小之辈，竟敢自比三皇五帝。臣以为，这起案件或与他们有关，臣一定将他们
连根拔起。即便是这些不入流的货色，妄图颠覆社稷，你也要尽快找到证据。当下3日期限已到，你只抓到了下面办事的小喽啰，但幕后主使不除，只怕以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。臣遵旨。喝了的。谢圣人。轻点儿。有什么要主动交代的吗？等我出手了再交代，你会很后悔的。过来。血神教主不是凤凰案的背后真主，他背后还有别人。不错，继续说。继续说。那受不了了，我刚要问出来背后真凶是谁，你不就出现了吗？不过，我倒是能感觉到那个人，应该跟朝堂关系密切。朝廷都出来了，剑心啊，咱能别瞎咧咧了吗？这血神教的背后，不就是你吗？所以这就是你的猜测？这是事实，铁证如山，我亲眼所见。不是曾胜，你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，行不行啊？他要是我的手下，我为什么要审他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演戏啊？说，为什么前进大理寺？别那么大声，是不是胡大人请我过来的？那天你不在吗？不说什么？不说，我可就要用刑了。随你。李剑心，这里是大理寺地牢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倚仗。且慢！大人，大人，曾胜，你先出去吧。大人，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马上就问出来了。怎么问？靠屈打成招吗？大人，大人，这小子虽然替您受过伤，但可能是苦肉计啊！你要违抗我的命令吗？属下不敢。剑心，我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就跟你说，你到洛阳是来找麻烦的。按说这是你的私事，我不该打探。但是现在，我不得不再问一遍，这个麻烦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我说了，只是江湖上的小麻烦罢了。你要查12年前的灭门案，这个麻烦可不小啊。灭门案，我怎么听不懂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是如何看出来的吗？大人，你看错了。你答应来大理寺，是因凤凰案而起。我当时就觉得你是要查什么事情，而凤凰案牵出的线索，无非是2个：凤凰和血毒。我曾经用火焰鹦鹉案来试探你，
你似乎并不感兴趣，但是血毒就不一样了。特别是我们查到血神教之后，你擅自的行动就多了起来。说吧，你跟李作将军府是什么关系？厉害啊！大人果然慧眼如炬。既然你都已经猜到了，那我只能实话实说了。我的父亲其实就是李作将军的故交。父亲到死的时候，都认为李作将军是被奸人所杀。临终前嘱咐我，要让我为其当年被残忍杀害的李将军和他的家眷们查清真相，抓住凶手。初入洛阳时，李将军对我甚是照顾，他是个好人呐。他也是我的恩人。哦，大人还有这等渊源？内庄悬案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让大理寺追查，这一点你我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怎么，你信不过我？自然信得过。大人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让我来帮助你，咱俩一起去解开当年的谜团。走，进去。你跟胡正义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教主，这趴墙偷听的习惯可不大好。想不到李将军，还有你们这几位好友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还没能忘记他。真凶不除，一日不忘。既然教主都已经听到了我和胡大人的对话，就应该很清楚我们达成了共识，所以我很快就会出去。教主，只要你告诉我背后指使人是谁，我出去了倒是可以为你考虑考虑，帮你求情，饶你不死。是死是活，怕是你做不了主吧？哎，我又没问你血凤凰的事件，况且当年的案子早就盖棺定论了，你告诉我，我也没办法揭发。这个理儿你说是不是啊？好吧，我说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。闭嘴！不许交谈！进了地牢还敢这么嚣张？你要敢再多说半句，鞭刑伺候！哎，胖子，你咋出来了？啊，哎呦，不行，中午吃太多，吃坏肚子了。你赶紧帮我盯会儿啊，我去趟茅房。没到换班时间呢。对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卖白糖喽！卖白糖喽！